好，等我同你講下五一世界6651。五一世界呢一間公司其實係做數字分身嘅科技。想象下，我哋成個香港啲樓、條街，甚至一架車都可以用超勁嘅電腦技術，成個一模一樣嘅虛擬版本出嚟。呢個就係佢哋嘅業務。佢哋主要係賣呢一套整分身嘅技術同解決方案俾大公司同政府，用喺唔同地方，例如規劃智慧城市、測試自動駕駛汽車，或者管理電廠同交通等。客戶可以喺個虛擬世界度模擬、分析同解決問題，唔使下下喺現實世界試，慳錢又安全。至於個行業有冇潛力呢？答案係有，而且好大機會係未來大趨勢。家陣全球都講緊 AI、元宇宙、自動駕駛、智慧城市，全部都需要呢一種數字分身技術做基礎。個市場仲係好新，增長得好快，估計每年可以有超過30%增長。咁所以話個餅係會越嚟越大㗎。佢哋公司啲生意額呢幾年都一直有升，證明確實有需求。不過要記住，潛力大，同時亦都代表競爭會越嚟越大。好多科技巨頭都可能想入場分一杯羹。咁講到最關鍵嘅問題，呢一次 IPO 值唔值得抽？我同你講，呢一隻絕對係一隻高風險、高潛力嘅股份，適唔適合抽，完全要睇你係乜嘢類型嘅投資者。首先你要知，佢係用港交所新嘅18C章上市，即係完全唔使有盈利都可以上，專為呢一類尖端科技公司而設。好處係你可以好早期就投資到一間可能係明日之星嘅公司，但壞處係佢風險極高，股價可以好似坐過山車咁大上大落。佢最大嘅問題係一路都係蝕緊大錢，而且越蝕越多，短期內都睇唔到幾時可以賺錢。公司嘅現金流好緊，所以先要上市集資。佢嘅賣點係個概念好勁，又有啲好出名嘅股東撐場。好似 AI 公司商湯、國產 GPU 龍頭摩爾線程，甚至連著名投資者郭衛東都有份，呢點係幾有吸引力。不過今次招股並冇引入基石投資者，即係冇大機構肯事先認投一大筆，某程度上反映專業投資者對個定價30.5蚊一股有保留，態度審慎。所以我嘅建議係，如果你係後生仔，風險承受能力高，投資嘅係閒錢，即係輸咗都唔會肉痛，影響生活嘅錢，而且你真心睇好 AI 同數字分身呢個大方向，覺得呢一間公司將來會跑出，咁你可以考慮少少錢去抽，當做支持個未來，搏一個長線嘅增長。記住要用風險投資嘅心態去對待，即係有心理準備筆錢可能會縮水，或者要擺好幾年先有成果。但如果你係比較穩陣嘅投資者，希望揾啲有盈利、派息或者股價穩定嘅嘢嚟投資，又或者你完全唔明佢做緊乜，只係聽個名好似好勁就跟風，咁你就千祈唔好抽。呢一類股份波動太大，好易一上市就跌穿招股價，到時就會好傷。總而言之，五一世界係一個關於未來嘅故事。買唔買飛入場睇呢場戲，取決於你幾信呢個故事，同你捱唔捱得起中途嘅大風大浪。決定之前最好揾翻佢本招股書，睇清楚風險因素個部分，自己判斷下。如果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